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甘蔗。平常我就听咩风做事，下个世界就老师太人大最久。不过你下我们要小鸡强喵，我要变做你下时行嘅网红，去嘅奥多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强下来去了哦。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。平常时你节目从头一秒风，你马住没有？好，但是根本来到六鬼，一定会老太家小鸡。佛祖，你啊佛祖啊，对于你六鬼人来讲，係同重要嘅神明信仰。国宝六鬼太佛，后代有记2000年嘅世界，按初体两片，你2009年嘅八八风采，你六鬼嘅总面，咱唔会本佢影响到。我听佢来拜一下，希望根本做得顺利。哇塞！大家行经过个六几个路街，远远就披露个烟囱的味道。同熊嘞，所以老搞关于它，有拆梯就会是拆梯的东西啊、哦。这里哈，很香哦。我给你看一下菜单哈。老板，我要一个大肠包小肠，好，小份的。好，然后卤大肠，小份的，好，那个客家咸猪肉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我哋看下咸猪肉，油拉客家嘛，哦，来六几两片嘛，来请客家的。啊，谢谢。那这个带块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请坐。小刚才问你哈，我问你啊，你怎么你是客家人吗？我客家人不会讲话，不会讲客家话，不会讲客家话，是客家人会讲话啊，不会讲客家话啊。哎呦，所以这是你自己做的咸猪肉？对，我自己做的。哦，太敢看一下，看有多好吃呢，好香啊！有白饭吗？没有白饭。哦，有洋葱啊。哎，董浩生呢？董有客家嘅面食，六龟这里客家人是不是不太多啊？新威比较多。对，那你是哪里客家人？我是苗栗。哦，苗栗怎么会来到那么远？以前我阿公阿祖他们之前就下来了。哦，祖先的老一辈就下来，先下来。哦，所以客家话比较不会讲。对，因为米那片哦，单腔的汉人，没有懂得火龙人啊，有冇？原住民也有嘛？有。哦，多元族群啦。OK， 明泰。哦，好，我先去忙哈。谢谢。哇，好大份，怎么办？你都六几那片啊？一般人可能唔知讲六几有按到汉人，但其实那样根本下来，懂得汉人，但是可能不会表现出来，因为唔晓讲客，因为那片火龙人咩有，原住民咩有，汉人咩懂得，哦，像条家其他汉人但唔晓讲客，哦，要问一下，在地就要深入要聊天才会知道，懂后，松哥要吃吗？扎实饱满，泡起来很好吃。
很惊哦。嘿，剑南了真经好朋友，其老外波累到了六龟啊，一天会说木瓜吼。虽然个赶时间，等下行去行迄落了看一下，行个请个菜铁的好朋友铁熊哥。铁熊哥，哎，铁熊哥，铁熊哥，嘿 ，Hello，哎，红林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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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我那个剑南，哎，讲累到了六龟啊，一天会落了请铁熊哥。啊，你爱做乜个？啊，迄樟木瓜，你嘛该品种的木瓜？啊，迄推农2号诶，推农2号。嘿，2号诶。哦，哎，你做是杂款了嘛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啊，我摘以前吼，要先底下讲用的木瓜咱可以摘哦，哦，像安尼安长的做唔得。嘿，好，安尼5角网的咱可以摘。哦，大家看一下，5角网啊，吼，1、2、3，啊4、5。5角网的拢熟的，按用我有太了有洗了，因为安尼水分的关系。迄温度唔拉的话，伊土水分唔好，水分唔好，伊底尾盐过涩。啊，来种个安尼介用到无籽木瓜。铁熊哥，人家行落来注意到吼，你俩树干全部掐，迄做嘛个？你看你安尼做矮化管理啦。哦，两个啲，因为你俩喺温室底部，假使跳高吼，该做些懂麻烦。嘿，安尼嘛够杂啦。啊，我喷安尼防治的东西嘛够喷。啊，唔会放在啦。唔会啊，拍索的，无拍索的风吹啊，伊没有团结咯。上会呛温，哦，竟然做埋会很矮一天会落下钱。因为安尼六月生活率的老农西，哦，老农，有个带落个多安尼奶沙，沙一个多会发已经安尼通透性够好，够唔会冲水，淹水差不多一个暗部也进入个难下。嘿，所以安尼要请用渗水排水过后的体内，然后咱来种安尼。你搞眼蛮脏好冇？这叫脏的吗？可以啊。按这个方式哈，有安尼用转的来就可以。好了，你吃看。哎嘛，还用转的来就可以。哎呦，你直接拿给转起来啊！哎，唔怕。哎呦，啊，今年唔好用到安尼的皮肤。哦，老该反酸强用，该粘做唔得。要用。好，我有该粘哈。我跌到数。啊，伊记安尼酵素，有安尼蛋白分解酵素，就像安尼平常会吃牛排嘛，用安尼嫩筋。伊个成分其中伊咧含的来木瓜酵素。链条按太穿吼，你咋做得？只要有5角网的拢可以。一下5角网该摘下来后，安尼还该种上，种上以后要控安尼牙齿，安尼讲电土客家话讲牙齿，该催熟。啊，记去台北澎湃市场卖。哦，因为了时间。很会运送的时间啦，你了都高雄那边嘛，3档啊，我到台北该市场那边买的时间啦，还有可能2-3年啊，年下买到的时间，还够加2-3年啊，故说买到的时间很旺诶，但是你下摘的时间，我用了5角旺的时间就做得摘。那我们提旺啦。好，你木瓜做嘛个料理嘛？哦，佮做料理呢，有分长的嘛可以做料理哦，长的做的嘛可以料理哦。凉拌木瓜。凉拌木瓜，凉拌木瓜也是讲薄排骨，薄排骨嘛可以。炒。长木瓜薄排骨，无如做呢，青木瓜冬瓜饮。啊，西妹我假设对的哈。长木瓜炖冬瓜，听下。45岁以前都来得及哈，45岁以前。该有准备嘛？该料理本还是什么？有哦，有准备贴片咧，料理本是。有迄贴片咧。哦，铁熊哥吞来个嘛？好啊，好来，洗澡就不矮了。好啊，冇问题啊。好。你啊，铁熊哥给你准备啊，准备来等下会食个料理。我发现到，你下工人真有热情哦，不管我好朋友剑南，还有我家长说是个铁熊哥，哦，就派你种种呛来生，辛苦哟，呛谢谢。你看你南埔的最有名的木瓜板，木瓜板，木瓜板啊，爱落去安尼，我自家做的。两眼唔是说过，体摆看到。按我来南埔闽南那片那吃的都来木瓜板哦。系啊，后来我这家是看到。好，是看。董熊呢？甜甜的，你面粉然后木瓜用，这家跟木头就。木瓜本身土味有7-8甜味，土唔是调味嘛唔怕。
哦，万事了好嘞。啊，来都用木瓜做的类似寿司啊呢，啊中间有翻，哎呦啊，创意料理，创意料理。啊有落安尼优酪乳，啊优酪乳同个木瓜米丝过一夹，寿司哦，哇！我切下去，它的汁会一直流下来。大家有看到，都不用牙中间木瓜后生的。哎呦，有搭哦，我来应该所以还有翻哦好，还有后生嘛。翻底部那边优酪乳，啊个 Q 安尼，哦，你也做这哦，拄好。其实唔会查呢哈，嗯一些些甜甜的梅头，大概嫩梅，你也有啲买嘛？哦，冇啲买啊我？切个是嘞，有迄矮的张有诶，有迄 special 诶，啊来嘛唔会查来看看。系嘛？来，喂我。啊，那样。金桔柠檬青木瓜哈，个骨头哦，很脆哦。金桔柠檬的米线，腌过的哈。系系系。啊，有对安尼煮的话，还要炸到强的有无？俺都开来做来的。你底料要不要给散黑马该散嘛？要不然安尼呢？5公3，1、2、3、4、5，公家的公。除了来三风啊，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哦。嘿。吃瓜什么？安尼去咖。哎哦，农家特制超按声音浓吧。超浓木瓜牛奶。好啊。啊，因为佢不用嗰度木瓜牛奶，所以講牛。哎。啊，啉以前哦，要搖3是3下。哦，就这啊，差不多了，可能是宽，摇越贵，叫越好啉哦。真牙盖，我看看，哎，有的按不头了，哎，先这样，来试宽，哦，咱们牛哦。哦，好像没有加牛奶这样子嘞，一半以上都是木瓜啦。嘿哦，那半罐都是木瓜，差不多一半的咯。大概底呢，你啊做木瓜汁吧，加个水啊，有冇？我做我用吉多木瓜，你嘛，用省本啊，你讲多少钱？啊，卖60蚊元。 60，按便宜啊！哎，你头也那边宽度哈，要一罐还没加水嘞，60、80都有。我爱用唔会做生意哦。很想讲木瓜切个种的不用过多爱啊，不计成本。铁熊1号农园，来你啊请铁熊哥，吼，伊要招太远，但系爱先报剑人的名。平常你啊无啦，你啊有麦啦，吼，你啊选剑人的，吼，唔好选我。没问题啦。好，加水了，哎，同好啉呢，你还带量罐转去。没问题哦。